老爷，今日因你为老莽夫马做书，你为何面带忧愁？唉，夫人你有所不知，国王传旨莽夫马做生意，家来的有4个月，那完全就系被人包太风暴嘛。老爷，你身为宰相地位，俩有嘛个关系？以爱之见，一个驸马，一个公主，最少也会保20两。20两？啊，保安多啊！今日系2张嘢嘅嘢嘅，就本佢是呛呛了啊！阿爸，你赶紧在上，保得强手，我帮你洗我。错啊，搁再讲，一个驸马，一个公主，你说了唔爱得啦。哎呀，你俩生人呢，唔敌师傅，你哋么莽夫嘛，偏从事敬爱财你哋么，俩下千多机会，为老人供油，俺俩下风暴前出去啊，就像打水漂的喊大送啊！老爷，你认为安尼想，那些莽夫马有欢喜，日后在了国王面前也好办事，唔会失亏意。你丢些年呢啊，也莫多话，定下多采莽夫，我记得你自家嘅身份，对吗？晓得。好嘞，夹夹来去。驸马，今日是你做生意，又是伢来的4个月，乃是喜上加喜。来，我俩一些风暴钱本你呀。哎，我就唔是嘞。哎呀，你就唔是按客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朱太人啊，你莫看大家都来了驸马讨喜，难道你冇带礼物来啊？我有啊，替我准备来。驸马，请看。哎，朱太人啊，根本嘅爱做生意，你拿一张拍符，老梁准嘅推神呢，你要做爱死系冇？哎，冇啊，驸马，你下司机都唔好，你下推神啊，会让你出游撇下，我再拿拍符老儿子，叫做几头妖魔鬼怪，好好保护你两公婆。哦，按那个咩有理哦，好，嘅爱就数起来。哎，驸马，唔单止遐了，我也会还有一只太风宝。啊，马街风暴按太保啊！嘿，朱太人啊，你错啊唔错，根本嘅爱做生意，又系我来做事嘅，你保2线钱，
乜个意思啊？哎，驸马，你也没普通的2仙钱哦，你也2张，乃是钱母哦，有钱母啊，咱为钱熬钱。不管啦，你爱熬几十两、几百两就没问题。哼，另眼你吃，给俺就让你数下来。公主，你先带众位夫人手机到花园送花，俺会在前头准备酒宴。晓得。众位夫人小姐，随我来。枪顺兵下山岭，水定江南，水的江南才赢。可恨望见，此次暗中加害。全言不过2人金兰之情，我得师父受书敬诺，老爱继父，爱爱家中空点小乱，脱离孟府，已经望见将爱金彩发现，爱不宜。用2支向上木，为做怪棍，来太闹其孟府一场。众位夫人小姐，来此就去附上吉后发言。公主，你也发言，比你国的发言还较强，办法甚开。嘛啥？太爸，哎呀，今日去替媳妇。马开夫，你莫做夫嘿！太爸，你安是的。哎呦，你干嘛这样？请你来来，王去。
开始操兵。所以听审判。马啥黑牙路呀？马啥点铁？nhà老公哪有点？啊？孙先生点铁，有样一模样。众位夫人小姐所讲的，公主，你就先暂时休息去吧。哎，你俩条啊，冇良心干，有事干，实情干啊！爱都是哑了，爱都是哑嘞。孙先生，孙先生，啊！孙先生是上瘾哟，最近8点了。哼，爱将唔相信，孙膑真经不言，一言一词，来人呐！哟，你老爱准备一碗白饭，一碗5个高餸肉。遵命。太爱来刺探佢一番，佢那说饭就是假典，佢那说坏东西就是真典。抢太狗用饭，有饭后生了。盲见啊盲见，爱变成安尼，还上爱考验，但看我一番。哇，有东西好吃的，挨上挨上。啊，有东西好吃呢。哇，很好吃。爱什么？你爱什么？爱什么？你得会整，爱会对。哎，来一下，这个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，也是，哎，来一下啊，来一下。冇想到真经不典呢，我阿用闹下去，用为做的，来人啊！哟，好顺便棺材别天人。遵命。有，
哎，等下去什么件啊？从前看起来顺便真经不言呢。今日之事，太爱上天照明归公。遵命。哎呦，哎呦，老公啊，算得你按错急，做嘛该呢？听得，听得，哪会比天眼前顺便欣赏？算得嘛个事情，本人看到下样。做人做到无记得了。哎，哪会阮先生啊？做嘛个当啥就有使到事，俺就无使到啊。哥莫切退啊，老有数啊！你想爱使死哎，好啊，等下我就喊你来屌死本你使。哎呦，这就无强用啊，就唔当钱，我是顺便先生的事上啊读钱。不过讲起来也奇怪哦，这满朝文武顺便先生就屌死本二了事，哎，不过佢看到啊，就见对俺笑呢，哎，我不加笑呢。哎呦，老魏啊，照咱来看，佢系有电，也系无电啊。我唔知按样板讲呢。照我看呐，顺便先生绝对系正点。你想看呐，经过暗道嘅事情，孙先生查一些咧，就本人站头呢，也去心创一下本人超激到，故所张为变到暗样险。唉，顺便先生也系为到叫人全家人走下山，已经佢变到安尼去，我样板真好啊！哎呦，孙先生啊，也下本人金彩比田烟，上嘅地方暗恶咗。那么，我哋就去探望孙先生，孙先拿到钱，本家就向去，吩咐佢下条三寸，做卡澎湃地位本顺便先生身，也好报答佢嘅人气。讲得有理，干家来去。太人啊，分一些东西分开丢是吧？唔得，有几多啥？挨掉啊，共有130哦，130，按多啊！好，来，挨了有得的钱啊，那去买较好些东西本孙先生吃，存呢，兄弟本都要来食哈。太人按好心哦，感谢太人。家家落去买哦。朱太爷，朱夫人，你两啥来了啊？孙先生，你点头还冇啊？哎，讲起来就发头虫，俺用我点咯。你都真冇点咯？哎在，我挨想过用太子家就有使到事，挨就冇使到。见笑你啦！孙先生，莫非有嘛个苦衷我啊？啊，孙先生实在很排泄，我哋话那么请你下山来，你呀也唔会按凄惨，两只脚本人夸奖。
天数难逃，也是我的命运，我唔怪你哋啊。莫安尼啦，我当然拿钱咯，请记得好好照顾你啊。哎呀，朱大人，我看你头上强劲绑绳条，恐惊你百日之内会有灾难啊！哎呀，先生啊，莫白讲啊哈！我记记承认，我恐惊你会丧死人命。哈！有呀呀冇呀，了有个啥账号？先生啊，你会解救我啊，上来采草为干，千种宝贵，你从来忙是害过你，又会受到安尼个灾难啊！是啊，先生，拜托你想一个办法，解救我嘅老公。朱夫人，你去老国王请假，公主太人得病，是要休养100年。朱太人，你必须留在监房，不得出门奔波。100年过后，你就平安无事了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啊！快叫转来去，快叫转来去，朱太人啊，朱太人，天数难逃嘞。同在我路空把天，乃是水难免，苦恼结，俺年看一起多来临，我们大概在后面，我们大概在后面。哎呦！监房都安久咧，实在看到真艰苦哦。我又唔系白拼，当然掉翻唔系使，我是咩啲监督哦，出又出唔得。哎，猜我拄唔掉，我出去行了呀，我出去行了。夫妻总第一，孙先生交代，下午会抗议100年，下葬97天，含有3年，夫妻你唔好出去。嘿呀，先生有交代，下午唔好出去，你呀就唔好让我出去。伊呀你有数嘛？我爱出去，爱去后花园种种的。这。不过，隔壁就是长安篇府上嘅法院呢。哎呦，冇要紧啊，我去法院听听啊。老爷，嘿你自家讲嘅哦，自准带啲法院哦。放心，家童啊，总唔得带老爷出去，只能待在法院哦。遵命。